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郝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台北港昨昏发生严重的港安意外，中油关东天然气伫咧放沉箱的时，沉箱坠入海，伫顶头做事的7个工人嘛跌落海底，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死者拢是泰国的移工。新北市政府即马已经要求停工，而且要调查事故的原因。 台北港内在北7、北8马路间他们一个做这个那天然气装接的这个工程的沉箱那个沉往那个沉下沉那造成有7名员工落海，包括1名台籍那我们新北消防局是有支援2部救护车，还有加上这个台北港陆消防队1部救护车，总共3部把3名欧卡的泰籍的。 劳工分别送往淡水马街跟林口长庚。这件意外是中油的关东天然气接收工程委外包商方昌营造加化学工程，伫台北港北7码头有制作为爆化加接收站地基所需要使用的沉箱，随意下流被吊挂，因为现场海水深度不够，就该拖到外海1公里的所在放。其中一个突然间登记沉在海，徛伫顶头的7个工人也跌在海。 公司是说他们有穿救生衣，但是我们到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他是说可能掉海之后，他们在上来的时候有帮他们做急救啦。因为他往下拖下去，整个落海可能落了有数分钟。他们有2部救护船在旁边，救起来的时候也是发生溺水现象。意外造成3死4伤，死者拢是泰籍劳工。意外发生了，已经通报劳动部加外交部，新北路检局也下令停工调查原因。 这嘛是以港安意外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昨昏有3场游行，要求警方要公布催泪弹的身份，唔好搁等催泪弹来伤害香港人。原本这游行是正平和，也唔过到下晡，警方搁等催泪弹要赶人，落尾警民发生严重的冲突，直头战到今仔日半暝2点多。 香港的大路顶伫出一案，如果听到催泪弹的枪声，香港区议会选举了反送中民众，昨昏搁上街头示威，也毋过互警方用催泪弹赶。冲突是因为出一下闹游行，警方要求民众卖占马路的，就突然间用催泪弹赶人，2名的冲突就经到暗时，示威者伫咧黄埔甲王家敦路道，向警方弹装啊加汽油弹。 警方试射催泪弹，追捕示威者过程中，手铐搁勒喺涂骹，示威者一面提一面防守，有人向港铁放火破坏群众的店，也甲听讲会民众冤家，一直到催泪透早2点半，示威者才离开。香港这边伫咧历史，拄则呼吁港警公开催泪弹嘅成分，停止使用。已經半年啦，發放咗1萬個催淚彈，我哋見到社會從來都冇平靜過。所以我哋希望政府用佢哋嘅智慧，用佢哋嘅智力諗一諗點樣去處理依家香港依家嘅狀況。 另外，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公安局頂禮拜5伫咧連接香港大武山嘅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舉行反恐應急處理突發狀況演習。會面中看到中國武警提警棍佇煙霧中突襲前進，一個出動無人機射擊空中嘅物體。根據中國媒體報道講，這場演習出動1000多名警力，80多台警車。 正特別的是，香港警務處副處長也到場參觀，引起關注。這毋是中國武警第一遍佇香港邊境演習，過去時陣也捌佇咧深圳大練兵。區議會選舉了又個演習，可能較關心。記者綜合報道。大家鄉親，咱做伙來去現報紙，咱來看今仔日的報紙重點。先來看聯合報，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第25擺會議伫咧西班牙舉行，主要議題包括全球土炭交易按算要定法規，嘛有講到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的好野人國家，愛安怎陪受傷害的散車國。來看中國時報，台北市停管處為着要讓汽機車立停車費會當閣較利便，即馬伫咧中正區甲大安區一寡路邊的收費的停車格設智慧型的感應系統，會當綁信用卡電子支付，就唔免家己去納錢，因為錢會家己扣。反應袂歹，所以年底進前按算要閣加設3000個，親像這款的停車格。
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健保署讲，去年有摕重大伤病卡的人大约是90万人，医疗费用超过2000亿，占健保总金额大约是3成。其中呢，癌症、长期性腰子，也佮有用呼吸器的，拢总是占7%。来看行大路爱安怎行才安全？有人行正边，有人行倒边，倒一边较安全。即马有一份研究是发现讲，行倒边会当看到车按对面来，安尼较安全。伫菜市场路口，车甲人来来去去，行路要向倒一边会较安全。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想法。因为我们靠右边比较正式的走了，靠左边是说，除非你走那一边。旁边没有路啊，还什么才这样靠走的？电动摩托车，因为它没有声音。那个你听不到那个声音，所以你有时候很危险。靠左比较安全。根据台北医药大学上海风地研究所的研究统计，2011年到2016年，全台有一班4000外的过路人，行在路中捡汽车或者是机车弄掉，其中差不多1万人是顺着车行的方向，也就是往正边行。事故中的7%，也就是讲发生事故案例，大部分是往正边行。拜登指出，部分欧洲国家甚至规定，伫单行道过路人都爱反向行，互驾驶甲过路人会当保持目睭拢能看到对方。过路人反车行的方向行，安全度确实较悬。因为靠边走、靠左边走、靠右边走都可以，但是靠边走的情况下，如果面对来车走的话，它是比较能够知道来车的状况是如何。交通部回应咱国法规并无评定往正边行。按大安会这几年研究道路事故，嘛拢伫推测过路人往倒边行的观点。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宣导过路人往倒边行，即马嘛搁加强宣导，除了行反向，爱对路况专心，莫偷咧咧使用手机。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哦，入冬头一波大陆冷气团暂入南，伫咧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只有17度。这一波的大陆冷气团目前看起来会持续影响到礼拜3，那其中礼拜1晚上到礼拜2的清晨呢，由于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关系，因此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比较局部沿海空旷地区会出现大概只有12、13度的低温。来看上新的温度，今年头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啊，温度拢会下降。气象局讲，拜3开始受东北季风影响，咱全台湾嘛会落雨，而且会落大雨。拜4、拜5，玉山、合欢山、3000公尺的高山有机会会当落雪。若今仔日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外岛地区是多云到好天。温度方面，今仔日的日时，北台湾只有16度到18度，比昨昏降10度。中部、花东、高温嘛只有21度到23度，拢有变寒，所以提醒乡亲，明仔透早是上寒的时，寒天到位啊，这外头叶仔爱紧摕出来啊。来关心台湾邮政产业工会昨昏按交通部游行到行政院，引起到陈情书，望政府会当重视做同款膝头煞领无同款薪水这款问题，因为因讲因的薪水真正有影差真济。大声喊台牛平顶袂当孤单，邮政产业工会号召500人上街进前，队伍伫交通部前集合，用行的抗议方式经过监察院，最后来到行政院递交陈情书。工会表示，92年中华邮政公司化了后，新进的人员来欠少了职务加级，外欠到地津贴也较少，薪旧制休假天数也无共，规年的薪水会当差到7万外。我们一样坐在窗口，可是有的人可以领到所谓的职务加级，而我们这些新进的同仁，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92年之前的外勤也是邮差，他们是6000多块，我们是3000多块，而且我们请特休假会被扣，他们是不会的。虽然交通部今年宣布替邮政公司员工调薪，旧制调1%，新制调3%，也不受限国营事业用人费率袂当超过3年平均值，所以调薪后落差也是真大。事实上，今年初未少公共银行工会也提出反对这种以成本来控制人力的限制，认为将使走向加薪，使员工过劳。政府就打算用这种
同工不同酬的方式，甚至是未来可能台铁有可能公司化或民营化，他一直持续的用这种低薪的这种约雇人员的方式，然后来取代我们这些所谓以前的正职公务员。国营事业的那个用人费，当然也要跟着劳动市场还有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包括交通部、经济部以及财政部旗下国营事业单位，其实近年来拢受到用人贿赂冲击。以台湾分酒公司为例，因为产品价格无调整，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之下，营收面临挑战，用人也受到限制。公国银行也面临请不起高阶专业主管的问题。学者呼吁当年制定用人贿赂规范是片面国营事业自规，不过也是应该随着时代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家人市议会通过主题条例，未来市府去拆违建爱收钱。若这钱要安怎算？市府讲会参考市民的行情。几排透天厝有关有价，也有未少的厝主无厝伫建筑，就直接伫顶楼加起铁皮，互厝的空间加一点啊。之前家人市政府提出环境改造四法，包括违定景观管理区协种法、拆违建收费、管理违法打公告物、清理废弃车辆等4个主题条例。市议会伫顶礼拜5 29号通过，未来市府前往拆违建就爱收费。基隆本来就是山丘地嘛，所以说盖房子都是小小的，好，不然就长长的。那大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往上盖。你盖违章嘛，是私人的方便，但是危害到公共的安全，所以说政府车你出钱这合理。市府表示，抓看的违建包括顶楼增建、1楼前后倒正边增建、也后边顶，目前以主题条例甲暂定收费标准来算。顶楼增建约定费用13万，1楼增建加后边42500，1楼增建厨房14000。也不过，确实拆除的费用有原需要以现场的面积、材质等因素来做计算。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收费的话，大家还是会干。我相信主要是遏制的，不是目的不是要罚跟收费。我相信那个新的就会一定就会少。市府强调，依据条例规定，适用对象是101年4月初1，无照新建、增建、改建还是修建者，一旦经过查报，认定应该强拆的违建，需要自行拆除，还是由市政府强拆，也不收费。市府会参考附近县市的收费单价，再来做调整。预计上紧明年的旧年前后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为了要防止搅拌影响咱的选举，警方对6月份开始已经去敲3摆交警。霹雳特警利用楼梯被真细致创立交场，总算顺利破获网络冲标站。随着2020总统大选竞争白热化，警政署自6月开始，每2个月就发动一波选举地下交场的扫动。警政署统领全国警察单位为签注管道、进入来源等5大重点下手，3波的扫动就查获1700多件拔缴案，总共查获1700余件，查获赌资高达新台币4795万。对于洪声讲，总统蔡英文因为香港反送中等事件气势强，致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搅拌让分，为50万票一路下修到10万票。对此，警方无做正面回应。其中呢，有8件是跟选举有关，那么相关的案件都由各县市单位警察局在积极侦办中。因为搅拌让分出现不合理的情形，敢是有中国资金介入，警方将进行了解。学者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搅拌程序中对缴方式，敢是有条故意影响选举，成缴客邮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情况。他有意识的去影响，例如说他在什么时间点，他去投入某些金钱，让整个赌盘翻盘，导致整个风向的转向，这是直接影响。中国因素可能是他有一些作为，例如说间谍案，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放射效果。刑事局强调，随着大选瓦解，将会继续发动地下搅场的查缉动作。除了清查签缴的人甲盘口的关系，无共案件也会做交叉清查，以查出区域大盘，还是更较高层的盘商，也会亲自清查源头，而且讲有中国等境外资金的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总统蔡英文昨昏去台中，因为佛教的正德病院落成。那昨下晡，伊佫赶转去新北参加竞选总部的成立。因为去到新北，所以老县长嘛是即卖行政院长苏贞昌。虽然因为过劳破病，毋过嘛是出来替蔡总统徛台。
支持者发动选气氛加加上观点，总统蔡英文新北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区院党全拢到，并认真甲选民支持。而前因为过度疲劳引起面部神经失调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受伤后，也头一摆复出。伊讲虽然身体有淡薄无爽快，也是爱拼老拼复选。我敢若一个唔甘愿啦，我拼一世人，对无党拼到有党。 对有党拼到大家当选总统，今仔日看到国民党提名，搁红搁土，若互伊搁来转来，无差人拼一世代。虽然表情也是有一寡无自然，苏贞昌讲看到国民党的无分区名单这么红，也是爱出来拼国会定行爱过半。随后到场的总统蔡英文也甲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以及苏贞昌同台，中党连赢积极的政绩牌，强调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应该提出具体会当做的政策。新北市是全国第1大的直辖市，新北市一定要赢，新北赢，台湾就赢，大家说好不好？这场选举，我们不只是总统要赢，我们的立委的席次也要赢。蔡总统除了感谢行政院长苏贞昌小婷，也表示爱拼国会过半。在去到台中以总统身份参加复考政治病院的路线精彩，是强调政府资源应该甲民间结合，才会当让医疗体系更加完整。以及北中重选前，蔡总统唔若要抢总告票，更加用行动表达争取人民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是登去到高雄，按透早到透暗轮流替8个党内提名的立委参选人徛台。即马面对立委黄国昌是亚讲伊甲因某涉嫌偷污刷石啊，韩国瑜讲伊无排除要伫咧今仔日提出告诉。离开高雄40几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登来高雄头一站就选伫偏乡阿莲区。礼拜几天走遍全高雄，替党内8名立委参选人徛台。经过这段全台倾听之路，韩国瑜讲从来无听人民讲生活好过，尤其是农渔民。未来若是当选，会帮助全台至少3成农产品外销海外。被问到最近一直互指控牵涉山石案来趁钱，韩国瑜讲爱对方赶紧来澄清。这个是云林县20-30年前的事情。我希望黄国昌立法委员赶快劝他的学姐蔡英文总统出来跟我辩论。如果黄国昌要辩论这个杀死案的话，我们有发言人系统讲得非常的清楚。韩国瑜无排除提出告诉捍卫名声，更加爱选民爱看清楚，多一个政党是专门来帮黑别人来选举的。哪一个政党用肮脏的手段选举，用选票唾弃他？因为越肮脏，将来越贪污。韩国瑜强调，2020年总统甲立委大选，这是件事关键。透早伊到阿联复选时也提醒支持者莫相信民意调查，敢若也显示伊感受到民意调查有关无好的状况。不过韩国瑜强调，家己真有信心。离开红高雄的伊，也对偏乡一路复选转来市区，发挥家母带囝囝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三势力这一边，郭本哲伫咧昨昏是到台中甲民众博感情。伊讲到第三势力，伊认为讲咱台湾即马上要紧的，就爱跳脱统独的议题。另外，宋楚瑜人嘛伫咧台中，伊讲伊会带头整合第三势力。那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昨昏是伫咧新北，伊替郭家军要抢选票。随着音乐动起来，台北市长郭文哲以主席的身份，一透早来到台中大溪甲民众博感情，也替主地边加油，并国会第三势力会当掌握一席之地。郭文哲讲到第三势力，坦白讲要出头真难，应该跳离统独的议题。所谓的第三势力在这个小蓝小绿的这样打转的话，很显然在整个历史上，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不会成功。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高举国家治理这个口号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三人合体徛台，外界看作是第三势力大团结。也不过郭台铭甲郭文哲对真侪议题意见也是无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早起来到台中时，讲到第三势力整合敢是有困难，宋楚瑜无承认。柯市长、郭董事长，我们大家都一起合作，大家一起共同来好好合作，那就是台湾放下蓝绿对决，
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加油。前一天才提出国会两大两细，这是上好的生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下昼继续伫土城为主地兵李正英有关详细，讲我家己的两大两细讲法，甲大问题的看法无同，也毋过强调跳出哪力也是上重要。他有他的属相的选民，我有我属相的选民，我比较偏向于说，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要对绿的要有所制衡，必须要3党不过半，或者2大2小4党不过半。郭台铭强调，伊无要选总统，挺亲民党，搁挺民众党，除了希望发挥家母的效应，也用行动挺第三势力。3党想要送立法院的成绩，也毋过扣掉各自的考量加掠算，都爱看选民如何选择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美国发生枪击案。当地时间初一半暝3点多，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良市法国区传出枪声，造成10多人死伤。画面顶头，咱会当看到警察伫咧街仔路游防锁线，枪案的现场乱七八糟。法国区是当地真出名的观光景点，因为即马是感恩节的假期，当地有不少游客。美国媒体讲，枪案造成2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啊，毋过凶手互伊走去啊，所以犯案的动机也毋知。镜头来新加坡，新加坡伫咧今年5月份有通过打击假新闻法，要授权政府官员会使要求社群网站伫咧假消息的文章边仔配回澄清，甚至要求讲，把这假新闻摕落来，这是引起争议，并且有讲因有配合新加坡的要求，也毋过嘛毋望新加坡的政府保证袂去影响言论自由。新加坡独立网络媒体国家时报评论进前伫脸书粉丝专页发布一个文章，内底讲到一个公司甲发选举8段的人互抓起来，并且批评明年即要举行的选举乌箱操作。新加坡政府正式命令媒体主编陈志雄修改这个文章，也毋过互澳洲籍的陈志雄拒绝，有时转移要求脸书来修正这篇文章。脸书30号对用户发出更正通知，不过只是伫咧争议的文章下面标注写着脸书在法律上被要求甲你通知。新加坡政府认为这个文章含有假信息，无变动原来文章。这个警语只有新加坡用户看会到。而脸书发言人是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讲，反假新闻法实施才无久，希望新加坡政府保证袂影响言论自由。以严刑重罚出名的新加坡，今年5月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加网络操纵法，互政府官员有权力命令社群网站伫当局认定虚假的文章边仔放警语，甚至已读相关内容。违法的企业甲个人会面临100万新票、罚款甲10年的刑期。反对运动人士批评这项法律打压异己，伫明年即要举行的国会改选背景下，确保执政党优势。也毋过当局讲，这是为了阻止假消息的流传，避免社会分裂，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这项新的法律10月实施了后，头一个依法被纠正的是反对派政治人物普伊尔，伊应政府要求，伫一节质疑政府投资公司独立性的脸书文章加注经证启事甲政府的声明，强调平衡论点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感恩节的假当天，就是乌色的拜五，是传统大卖时间，拍这饼价拢提前开始。乌色拜五迄一天，店面的生意有较歹，因为即马大家拢伫咧网络买物件，网络的生意下叫抢滚，冲破74亿的美金，比去年加2成。29号乌色拜五，百货公司的门一开，大批的人客涌入，想买拍这商品，升值比钱。这是美国人长久以来习惯伫感恩节传统，国际甚至更较加的拍这广告，互人心痒痒。虽然网络买物件更较紧、更较方便，也是有真侪人愿意冒着加分寒风，特别出门感受人客人的过节气氛，大包小包买一摆。We got North Face items, a Michael Kors purse for half price, which is unheard of. Oh, more shopping. It's Black Friday. You have to shop more. I did most of it online, a lot of online shopping, and then these guys decide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Black Friday shopping this year, so I took them. 今年感恩节落伫11月28日，是2013年以来离耶诞节上近的一摆。
小卖业者就安尼少了6个营业日，所以多数的通路的拍折促销战拢是提前就开始，加减少了乌色拜五的买气。也毋过因为美国就业率清点，这个冬季总体业绩犹原袂歹，其中手机甲网购是升点上大的一块。中美贸易战前景不明，促使业者提早囤货，今年的小卖计数并无相大波动。奥比多分析公司针对8大线顶小卖业者中80间的分析指出，港元节迄天的线顶消费42亿美金，大约代表1292亿。加长天乌色拜五的消费也阁是达到破纪录的74亿美金，大约是代表2277亿，比去年升点2成。这一波的买气也阁将延续到12月初2的万国拜日。奥比多分析预测，迄天真有希望看到94亿美金的销售额，比去年升点19%。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巴西火烧山，引起全世界拢在关心，拢问讲，敢是因为过度开发，也是偷错茶？其实无论是热带雨林，也是较寒一寡所在，有价值的树啊，拢是山鸟鼠的目标，造成森林的面积消失甲真紧，嘛危害森林内底的生物。微风吹过树林、草坡啊，搁听到溪流流过山谷的水声。这是俄罗斯西南边加伊朗土耳其交接的高加索山区。伫遮除了互人想到激情的伊斯兰武装团体以外，同时也是地球上正罕见的自然宝库。Безусловно, здесь много таких видов, которые тольк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 Росси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Даже если по деревьям посмотреть, вот как бы вот бук восточный, только здесь на Кавказе у нас растет пихта кавказская. 这款高海拔的树啊，上大的共同点就是正勇、纹路正整齐，正适合做家具加建材。伫俄罗斯，错树啊基本上是合法的行业，也毋过有数量的限制。В сфере лес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опустим, д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вкратце, если сказать, то это коррупция. То есть, да, вы сами видели, сколько незаконных порубов. Поэтому деньгами, а чем еще можно? 伫咧当地做30几年的导游，头毛都已经普遍吉普克耶夫。看到伊少年时阵，不是规山坪拢画各种青蛙树，所变做一堆一堆放伫路边的建材，看得出伊心正酸。而且有一寡山鸟主是摕合法的执照，以整理林上的名义暗号非法，甲一寡健康的茶拢运走。因过除非是甲所有业者的证明文件拢摕来检查。若无是无法度知影谁合法谁非法，而且茶做的建材家具，伫俄罗斯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正大，若甲相关产品动来，可能会引发贸易纠纷。所以环保团体目前主要是靠这种环保教育活动，由志工带少年学生入去高加索山区，互因体会大自然的水，培养一寡打击山鸟鼠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台湾当年有2-3千个青光眼的患者爱动手术，严格按10月份开始，青光眼手术爱用的目药水欠货，即马是有事是讲，因已经许可药商会使专案进口。3C 的产品真流行，现代人的目睭问题是越来越多，当然过去定发生伫老大人的青光眼，冇少年坏出事。目前全台湾差不多300万个青光眼的患者，当年差不多2000到3000人需要进行青光眼的手术。按个为10月份开始，手术中常常用到抗空喙合起来药啊，私立的美术师算是大欠货。在这段欠货期间，手术间然后直接是用旧的药啊，会让手术成功率增5成。在目前来讲，这样做也许手术的成功机会会比较少，可能要搭配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要在手术后可能要搭配。不断的这个注射这个5FA 药物，或者是还要配合的雷射的使用啊，或者是也可以跟他讲，也许可能1次手术不行，可能要做2次到3次也不一定。医生表示，青光眼常常看到小牛切除手术，主要是使用私立的美术师抗空喙合起来，因为要改善青光眼患者的感觉，就爱将光膜化开，就是目睭青甲结膜交界所在，来引流目睭内底的液体。并配合私立美术师，避免空喙真紧合起来。过去一概阁无发现私立美术师进前，拢是用另外一种抗癌的药啊，5FU， 不过效果是较无好。已经有跟健保提出价格申请了，
但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已经核给那个药商专案进口的FIA，但是有需求的人要去跟他订货，他才会去下单呐。销售表示，10月份药厂对人通报撕裂霉素 C 会欠缺，11月份更为药的品质有问题，全面回收，一直到2021年才能恢复供应。10月24已经公开订购专案进口，不仅协准一间药厂为南韩进口药物。只要厂商完成申请健保介绍，对当正常供货。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不少公园拢会放车链，互民众练筋骨。也搁伫家己有一个76岁乌子桑，倒伫咧车链运动，煞无细字载落来受伤，骨折了后去开刀。家属是讲，伫咧公园内底放即款物件伤危险，所以要求国赔，也毋过无成。公园内有不少民众会倒伫练胎练筋骨，家己却有一名76岁查甫人，因为练胎伤骨，倒去的时阵头重脚轻，摔入涂骹，致死2节阿妈棍骨折去开刀。家属认为市府无应该伫公园设置遮尔危险的器具，受伤的人也提出国赔，却被认定练胎毋是体检设施而驳回。你讲使用不当啊，这毋是要你运动，还是你家己爬去遐摔去了，伊这是装饰品。我们这上面叫做装饰品。我们希望说，就责定家属他能够前往的区公所，还有那个时间，我们市府这边会来全力配合来协助，争取最大的一个慰问。家己市府回应会提出上大的诚意，互双方调民事赔偿方面来协调。物理治疗师也提醒，使用公园内练胎，除了双脚徛稳涂骹，生病的时阵也爱慢慢倒起来，也是徛起来，就无爽快就要随停止。腰椎过度去伸展，可能造成韧带的拉伤啊，或者是里面腰椎的血管的破裂，甚至脊椎滑脱，然后造成一些，比如说下半身瘫痪。为了降低运动伤害，物理治疗师建议使用练胎，也是以压卡顶方式来操作就用力。真正要倒起来，爱会记你身边爱有人陪同。拍片受伤，也是出意外时阵无人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大约是28万人，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咱即摆来去台北的迪化街，咱来看迪化街迄个所在，当伫咧起一个友善失智症患者的街区，因是安怎做的？咱做伙来行一转。伫台北迪化街、南北汇、中药房，抑个地米店，各种店面拢有。闹热的百年老街，即马有一个新人物，就是失智友善一条街示范店。全球失智症，3秒钟就有一位罹患失智症。那65岁以上，我们推估有8%的失智症长者。那在大同区的话，经过推估有1800多位的那个长者，可能是失智症的长者。2018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28万人，是咱生活中爱重视的议题，因为会造成较无方向感。所以，或者对有失智症的时大人，连要回去家己的厝的，拢真困难。我今天到底去哪里？为什么去看到象山捷运站？谁又带我过去？伊毋是讲放伊小可代志，这条代志足大条。我75啊啦，我嘛足烦恼伊呢。有一天我先走，唔知要安怎处理。发动这项计划，台东健康服务中心主任老秀员讲，真侪跑步机的失智症是大人，拢是一寡有爱心的店找到，所以才会想要用迪化街做示范店，辅导店面，大家做伙来关心失智症老大人。我们传统产业平均年龄的在店家的话，像老板平均年龄有都60几岁、60岁以上的，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感触，而且。包括有很多店家里都有老人，也有这些失智的状况，所以我们在整条街，实施起来就特别有感。伫店的门口挂台北市吉祥物上赞的牌匾，也去上一寡专业课程，知影安怎帮助因，也更加理解失智的时大人可能会有一寡欠帮助，或者是一件代志一直做的行为。加一份包容加关心，就机会互因找到转去的路。简单讲，他加步加敢问两句啊。如果说有老人家进来有看到行为有一点点不一样，咱就较加步的加敢问着。虽然是抑搁伫咧推广的初步阶段，不过店头家的热心甲规模已经慢慢伫咧迪化街摊开，加减会当帮助失智家庭。龟仔头、巷仔尾、厝边头尾，大家拢变做共同照顾者。记者综合报道。
有光才看有，才使互人感觉较安全。光会使互人感觉温暖、感觉安全，也毋过若是伤光，嘛互人真插目。为了要互公部门甲民间会当重视安那光，会当光甲拄啊好，即马有基金会举办台湾光环境奖比赛，要鼓励利用光来展现建筑物甲环境的关系。台湾光环境奖进入第2届，今年参加的作品来自全台各地，总共有10件作品进入候选阶段。担任评审团主席的灯光设计大师周连指出，光的设计其实就是用文化加艺术的概念，创造安全的光的环境。就怎么样用光把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文文化跟厚度，我们在台湾生活里面跟台湾的自然界的光影是什么关系？强调光甲自然环境的结合，这次一位得奖的作品，高雄市立美术馆的空间重新设计，以及2018年台中花圃竹子馆这2项作品，伫设计概念拢甲当地自然环境有真深的结合。然后作为一个新形态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期许，能够在这里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另外，由台湾星空守护联盟、南投管府加民间团体共同合作的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推动减光行动，保护星空，嘛得到评审团特别奖。台湾的星空一直在那边，只是呢，我们在城市的灯光。一些不管是路灯、招牌灯，这些漫射到天上的这些光的掩蔽之下，它的璀璨光华不见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把它的光，把这些污染到它的这些灯光呢，把它给遮蔽下来。生活中的光污染对环境甲个人身心的影响，已经是现代社会中的环保甲健康问题。台湾光环境奖虽然才进入第2届，但是嘛开始对参加的作品当中，感受到台湾光环境营造的变化，嘛期待未来会当创造更较侪实在优质的健康光的环境。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去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已经甲车路拓宽，按算12月20会当完工。公路总局特别承办马拉松，昨昏有7000人去走。7透早6点，南回公路路跑第一组42公里的参赛者，头一位台东安速开始，走伫亲像巨龙共款的安速高架道路，选手一路欣赏风景，享受1人到100个南回公路路跑，过来回经过4.6公里的崩坑，心情特别好。这条南回崩坑开通正前的马拉松路跑活动，分做42公里、21公里甲健康6弯路跑4组，原本提供5000人参加，啊，毋过一开放就随满，主办单位又搁增加2000人，真侪民众拢想要提早看到新南回公路。南回公路第一次开放那个给大家路跑嘛，觉得蛮有意义。这条南回公路全线通车之后呢，对我们台东的住民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将南回公路变较快已经时间2年，上重的安速草坡崩坑已经20完工。公路总局表示，崩坑内相关安全设施已经伫最后的测试阶段。按那一开始通车，考虑安全，行车速度限定60公里，按个崩坑口是40公里，未来会个检讨提升速度。在出隧道的闸口或者是联络道的时候，速限会降到40。那原则上呢，一路是以平均大概40的一个速数在行驶。但研撇讲，目前高架道路甲崩坑已经达到通车标准，不过正式通车时间，公路总局会搁再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段路无简单，嘉义市的水尾开5年的时间，用4000多万做一段未淹水的车路，嘛，互台往嘉义县甲嘉义市会当加一条路通好行。全新的消水的工法，互雨水会当消退了更较紧。这条新铺设的道路总共有520公尺长，这是嘉义市甲嘉义县交界北庄溪后庄溪尾段。伫经过5年的时间，即马拍通了后，毋但因提供交通车辆的分流，而且嘛解决这个区域淹水的困扰。
法度拍通就是讲咱安尼，甲咱周遭这附近这，咱车辆拢会当分散去，要出去要去1高2高嘛，加非常的方便安尼。较早这拢会淹水啊，即摆从了吼，应该就拢袂淹水啊，嘿啊，佫好方便哦。阮遐要来这边哦，免讲弯路安尼就直接就会当过来啊，安尼足方便呢。这条丰顺道路因为就伫北中溪边仔，所以路面施工采用一种叫做水洞仔的概念，让雨水会含涌伫路面下骹的土壤，唔但会当储存调节排水，而且嘛会当提供予附近的自然生态。我们以这个透水的铺面哈，就说我们这个铺面它是富有孔隙的，那雨水径流下来的时候，它能够透过我们铺面的孔隙来流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由土壤来吸收。第五河川局表示，这届工程经费投入4000多万，让新建的丰顺道路会强化顺其的救灾功能。接下来，嘛继续整理北中溪边仔的溪沙堡，希望因打造一个结合休闲甲丰顺的清水环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婚林有一个体育老师，伊讲伊自细汉真介意食牛仔粿，因感嘛烦恼牛仔粿有农药，所以决定讲要家己种，即马嘛种出家己品牌的牛仔粿。鸡仔伫咧菜园行大，看到粿仔泥顶悬的糖，就紧甲食掉。张浩谦用生态循环的方式，无喷农药种出来的粿仔泥，逐条拢嘛天然。农药残留，所以我选择自己种，而且不喷农药。这只是就像这个是缠到自己叶子，东西我不怕你来啊，我就是没有喷药，你随时来都可以。张浩谦自本是在做体育老师，因为平常时就爱食粿仔泥，不过烦恼有农药残留，怎开始家己种，认真研究适合粿仔泥的成长环境，就是希望会使种出无毒而且对环境友善的粿仔泥。做离地栽培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要不是种在地上，它离地大概有几公分，大概十几20公分，然后土用进口的泥炭土。这样啊，滴水的话就用那个以色列那种滴灌技术下去滴，所以市面上很少人这样做。张浩谦无做教练，不过创一个张教练粿仔泥的品牌，以小农的身份，重新敲找出家己的路，要继续以健康无毒的农业学习和环境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咧婚林北寮的桥头社区，长期在推广农村再生，即马嘛甲大学的农业辅导团队合作，利用社区的田园配合无同款的季节，种无同款的物件，种出来收成了后，唔但会当加菜，嘛会当美化社区的环境。黄金面的日头花开甲规大片，请真侪民众来遮欣赏。这是婚林北寮桥头社区，甲朝阳科技大学农业辅导团队合作，为着推广农村再生所完成的结果。发展好，你感觉安怎？感觉心情足轻松的，足好的，哈，足水的。我平时啊拢行迄边啦，哦。啊，这是向阳阮咧跳迄个花果的时吼，啊去行落来只啊要找人啦，啊才看到，啊才讲啊，原来有这片花才水啊呢。桥头社区伫咧2当前就开始甲朝阳科技大学配合，志刚伫咧社区整理出2块田，配合季节种无同款的作物，若是收成就会当替社区加菜。即摆是种日头花来，互社区的环境变搁较水。朝阳科技大学在麦寮这边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农业辅导，啊，最近这2年刚好走入社区。对于社区供餐的这个部分，协助当地社区做一些无毒的蔬菜，来给社区当成一个他们的食材。这片田除了替社区增加实际收益，对乡亲来讲，大家轮流照顾作物，感情也愈来愈好，实在是1减2个。自从有这块农场动员志工平常时啊来挽草，啊，搁种这物件大家志工的迄个向心力愈好，啊，因嘛有一个成就感。社区要有好的发展，除了爱找出地方特色，上重要的是爱靠大家互相斗相共。这片日头花的花期会到月底，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婚林的大西国中，当年到寒天，伫咧扇东北季风的时，学生囡仔停伫咧学校内底脚踏车，就会互风扇甲倒规片。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即马甲学生因着发挥创意，用买下的这读册桌啊来做车架啊，固定脚踏车，有影有够。
规排铁马倒了了。秋天一到，云林大细各中的学生就感觉真困扰，因为东北季风有够透，近摆车停好势，过无偌久就被风吹甲东倒西歪。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学校老师和学生做阵讨论，决定动手家己做车架啊。我们讨论很久之后，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架子，让很多学生可以比较好停车，因为没有车架有时候会倒。甲无爱地的桌啊、椅啊，摕来做车架的材料，学生用机啊，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做家己的车架，那环保又耐用。借由引导、陪伴，然后教授他们专业知识，让学生去解决说他在生活遇到的困难，包括说学校现在目前的一些困境。甲学校生活科技课的概念，实际用伫咧眼前所要解决的问题，老师甲学生做阵讨论解决问题，学生大家就拢真有成就感，感觉这节课上了真正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会晓爬树啊、敢爬树啊的人应该无侪啊。伫咧金门的碧川国小，专工请一个教练来教囡仔安怎爬树啊。学校是望讲囡仔学会晓爬树啊，互囡仔敢去冒险，嘛会当自我挑战。第二个，你一定要一寡囡仔真认真地看教练示范爬树啊，因为等一下就换因来爬啊。其实爬树啊是一项安全佮有环境教育意义的活动。伫爬树仔的过程当中，毋但会使认捌树仔的种类，上重要的是会当学安怎保护树仔，和对环境友善的互动模式。透过这样的教育课程，让小朋友去认识环境，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才够真正安全。金门金湖镇的碧川国小办理青蛙阿公爬树仔体验活动，囡仔人头摆甲后树亲密接触。大声爱含伊小借问，过来就按照教练的专业指导，利用工具来爬树啊。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爬树的体验，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亲树、亲自然，那也可以在他的生活体验中多增加了这份山跟树的教育。校长讲，透过专业和趣味的课程，让学生有机会探索后树，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挑战自我的态度。希望这种大自然的课程，会使让学生对无同款的关度来认捌世界，感受无同的视野。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饲奶牛的大约是500多户，也不过专门照顾奶牛健康的医生敢若20多个，而且有一半就要退休啊。即摆有一个少年家，伊投入这一道，伊名号做经健家。伊除了照顾牛的健康，嘛斟酌在替饲奶牛这一道找新的出路。下午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咱做伙来熟悉这个兽医师。这个左黄体2.5，这可以打 PG 哈。详细体牛仔检查身体状况，啊，甲一礼拜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拢是伫牧场内顾牛仔。你台湾吼，牛仔的兽医无济啦，所以变做阮一个兽医吼，爱走几个牧场。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即马差不多有20-30个牧场是固定爱去的。啊，去这牧场检查吼，大部分是有分做讲固定时间检查，啊，甲临时状况的处理啦。对牛的胃口、体温，甚至透过牛屎，拢会当知影牛仔的健康状况。食的量降低，吼，这是第一个同重要。啊，所以阮就会度伊的体温，吼，啊，看伊的体温是伤悬伤低，啊，牛仔的体温比人小可较悬。逐工的健康检查时间结束，就是阿甲甲乐农交流的时间。透过开讲，知影乐农拄到的问题甲困难伫倒位。甲伊本来就我牧场内底的兽医啊，所以实在真久啊。伊伫这个过程当中，伊把讲到伊想要帮阮解决肾炎内的问题，当中是会感觉讲，敢有可能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尾来的时阵，看到伊真认真咧做，行动力也真强，做来到即摆的时阵，就是我感觉真快乐啦。因为阮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足大家信任的。市面上已经袂少卖牛奶的公司甲品牌，不过阿甲行入牧场听乐农心声，这就是因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
环境爱关心，但镜头来去泰国的曼谷，有一间百货公司，表面呢看起来就是一间普通的百货公司，楼骹在卖衫，也毋过楼尾顶竟然有一个空中的动物园，内底关200多只动物啦，环境有够歹，背书是动物的空中家乐，即马互动保团体要求爱关门。 伫泰国曼谷的帕塔百货购物中心，6楼加7楼的厝顶是已经被人判定违法的动物园。这只关伫咧铁笼仔内面的母猩猩，泰国的校名叫做白色小莲花。小莲花虽然有人饲，不过伊生活的环境正歹，臭毛毛。更加可怜的是，伊互人关伫咧遮已经36冬啊，拢无法度出。 Peta Zoo is one of the worst that we've encountered throughout Asia. Obviously, a department store is not a place for animals to be. 小莲花自1983年互人关入去这座铁笼仔内面了，就毋捌行出过。伫铁笼仔内面过来过去，满目流目屎画面，伫网络流传了。动保人士认为小莲花已经有精神疾病。其他包括红毛猩猩加虎虎等动物，也拢出现情绪不安的情形，看了互人真心酸。 这也互人叫做全世界上悲伤的动物园之一。其实，这间帕塔百货公司厝尾顶的动物园已经互人检举过几落遍。泰国伫咧2014年通过动保法，帕塔动物园2015年互人判定违反动保法，不过当局依然继续发经营执照，法律敢若讲好算的。动物园的经营者讲，若要把这200多只动物拢塑到更加大的饲养空间，经费有困难。 ครับเรา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นที่เนี่ยมันมีจำกัด แล้วเร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พาะขยายพันธุ์สัตว์ได้เพิ่มจำนวนใช่ไหม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จะนำไปขยับขยายเปิดสวนสัตว์ในภาคพื้นดินเนี่ยก็เป็นสิ่งที่เรามีโครงการอยู่นะแต่การที่จะทำอย่างนี้ยอมรับว่าธุรกิจสวนสัตว์เป็นธุรกิจเพื่อสังคม 动保团体呼吁泰国政府要有同理心，也严格执法，赶紧将这座空中动物园关起来。 用增加这款动物所到较适合的环境，还互因本来就应该有的生存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啊，那咱地球环境在变化，一寡强要济种危险的物种是愈来愈多。即马地球有一只种名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眼蝶，这款乌蝶全世界单只剩3000只。 这款鸭啊，生活伫咧北卡罗来纳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即马美军甲保育人士因是嘛斗阵要保护这个所在，望讲这款鸭会当继续传落去。伫咧画面中看到这只土色的蝴蝶，叫做圣法兰西斯眼蝶，伫1983年才互生物界发现。 1994年就被编入去美国联邦濒危物种的名单。圣法兰西斯眼蝶是地球上数量上少的蝴蝶之一，大概只有3000只左右，而且拢伫咧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军事基地。远远的所在传来炸叫爆炸的声音，有一只圣法兰西斯眼蝶也伫咧叶仔顶准备要死卵。Big military bases actually across the U.S. is they've turned into protected areas because they're areas where military trains, but there's also vast areas where the public's not there. There's no development, and a lot of rare species are actually o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cross the U.S. 对所在正经的圣法兰西斯眼蝶，今年伫咧布莱格堡军事基地出现2遍，时间只有2礼拜。因若一出现，生物专家加一组军方的生物专家就会赶到现场。 在这种大型会当长期的树林气囊，制造出圣法兰西斯眼蝶所需要小可饮水的情形。We're going to make dams like beaver do. We're going to cut out hardwoods like beaver do, and start restoration for the butterfly. And that's when our fortunes turn, and the butterfly has been on an upward track ever since. 除了圣法兰西斯眼蝶以外， 布莱格堡军事基地也有一个濒临危险的物种成功培育的案例，就是这种红顶啄木鸟。因的生活正依靠这种长叶的青鸭树。不过，伫咧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规个东南亚地区因为开发甲火灾，长叶的青鸭树拢总消失无去。80甲90年代，拯救红顶啄木鸟，甲因依靠卫生的这种长叶青鸭树的工作，不引起地主甲军方的反弹。 要小可做调整，只要无伤害鸟类，土地就能继续使用。My lifetim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as going to see woodpeckers survive.
If it hadn't been for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we wouldn't have RCWs. They would have been gone on every military installation and every national fo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么伫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只有15000只啄木鸟，伫遮受到上好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8度；伫咧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3度。 外岛的温度上加13度，上悬21度。接下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